喝醉了。别这样。Don't you want me? Don't you want me? 喜欢吗？啊，我比你女儿好吧？来了。Good morning。 Morning。我以为你还没起呢。啊？怎么这么早啊？难道你不让我进去吗？不方便吗？进来吧。昨天的东西还没收拾啊？啊。我看你昨天晚上也没吃多少，所以我早上再特地给你带了一点早点。干嘛那么客气？你昨天的那个干女儿，挺可爱的，看不出来她酒量挺好的啊。送她回去，晚上已经很晚了吧？累吗？还好。那我先收拾一下，我们吃早点吧，好吗？啊不用，不用了，真的不用了。明星，他昨天晚上喝醉了，所以我还真没听说过，爸爸和女儿睡一张床的。明星，等等。我必须告诉你，她是我前女朋友。林一轩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
来，同学们看一下黑板。今天咱们看一看光学效应光程它的方程式，咱们应该看看啊，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呢 ？hv 等于1/2 mv 的平方加上 a 其中后边还有一个大括号，大家注意一下，来往本上写一写，记一下笔记，是不是？再看看这边啊，看看这个图示。这个图示当中，我们应该要注意哪一些地方啊？哪一些地方我们需要？你是我的爸爸，也是我的爱人。需要做一下标记，然后在你的本子上，还有下边啊，看一下下边这个整个左边图示的这一个部分，然后我们一共分为了几步？1步、2步、3步。除了这些东西之外呢，老师会布置一些新的任务啊。这是唐敏熙，这是爱宝。想不到啊，当年桀骜不驯、心比天高的文艺愤青林依轩，现在为了2个女的，会醉成这样。哎呀，你说你当年为了画一幅画，几百里上千公里的说走就走，连眼都不带眨的，现在。这股劲儿哪儿去了？这女人跟东西不一样，好吗？这就叫英雄难过美人关。行了，别笑话我了，迟早你也会有这么一天的。我不会的。大丈夫先立业后成家，我现在就想着是怎么把这个公司给搞好。你小子就是个财迷，永远改不了的习惯。喂，兄弟，我有个问题想问问你啊。问？你觉得唐米熙会对公司怎么样？会对我怎么样？我跟你说，咱们现在这个案子到了最关键的时刻了。其实我们只要把这个项目拿到手了之后，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，对吧？自从我跟爱宝发生那件事以后，我知道唐米熙非常生气。他在公司里见到我也不理我，就像看到仇人似的。为了公司的前景，为了缓和我跟他之间的矛盾，我打算约他出来好好聊聊。可是不管我怎么打他的手机，他都不接，始终躲着我。我没办法，只能发短信给他。是我的 business partner 林以轩。
喝醉了。别这样。Don't you want me? Don't you want me?喜欢吗？我比你女儿好吧？接下来的日子，我没再去找唐明熙。我也知道他很痛苦，所以我不希望再打扰他。喂，你这朋友怎么回事啊？等这么长时间了。马上就到。最近没见到唐敏熙啊？别说见到了，我躲都躲不赢。听说他去香港了，疯狂购物，疯狂刷卡。哎，你说这有钱是好啊，你说咱们什么时候才能这么有钱？哼哼，哎，来了。喂，喂，信号不好。看什么呢？啊，没什么。哥们儿来了，走吧。
走。你14岁生孩子，你还他爹呢？这是女生公寓，男性免进，知道吗？俊，你找他嘛，找他给打电话去。什么人？这种人我见多了，还有这样的。来，各位叔叔，来，哎，来，谢谢你们今天来啊，谢谢你，谢谢。我先在这儿说几句话吧，各位叔叔也知道，我刚从国外回来，这里也不是认识很多人也没有很多的朋友，但这次的广告创意大赛真的是太感谢各位叔叔了，没有你们在的话，这次的事真的是成不了了。谢谢叔叔的广告赞助、官方支持和活动的审批，没有你们，真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所以 thank you so much。小贝在这儿先跟大家敬一杯了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我和老唐大哥相识多年了，今天为唐小姐借鉴薄力，很荣幸。来，喝，干！谢谢。郝董事长有如此乖巧能干、有事业心的女儿，让我们感到很荣幸。哎，哪像我那小子，一点出息没有，就想上国外去打高尔夫球消遣，不是买车就要换车，太让我失望了，真是一个败家子，是吧？来，今天高兴别说一声。来，拿一西瓜啊！哎，来，干！爱宝和唐敏熙还有公司的事，快把我弄疯了。我从来没有这样感觉无助过，完全不知道该用什么方法去解决。特别是爱宝在自己肚子上画了个圈儿，这个圈儿搞得我一天心神不宁。他究竟什么意思？他想表达什么？难道是那天晚上？以后如果我们生孩子，一定要生一个男的。为什么？因为生女孩我嫉妒啊，人家都说女儿是爸爸上辈子的情人，那我的情人不就被分一半掉了？你小脑子里想什么呀？什么狗屁逻辑？难道你希望肚子里的是女生？难道真的是怀孕了？不行，我必须把这件事情问清楚。借了什么书？一本根本看不懂的书。哎，你装模作样。这谁呀？你也不接？总会有人接的嘛。喂，阿宝，你怎么回事啊？我打你电话发短信，你又不接电话又不回，你到底怎么了？这孩子太不懂事了。我问你，你那天在肚子上画个圆圈，什么意思？是不是怀孕了？你给我说实话好吗？你急死我了。喂，说话呀！你是不是怀孕了？李轩，你这个混蛋！